是开学的第2天啦，然后我也是穿回这件衣服呀，然后就今天呢也是一样照常去学校，我今天也是迟到了啦，然后呢今天是没有上网课，然后现在我要看戏，刚才已经吃了东西了，然后吃午餐那一个时候呢我就没有拍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哦。然后现在要来看一下戏，所以就来放松一下咯，就不会造成那么累吧。今天是要开学的第1天了，然后今天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挺好的，也是很顺利啦。然后就差不多就是跟别人讲话，跟朋友讲话这样子哦。然后就在帮上做功课啊，然后在帮上做一下这样子哦。所以应该是基本上就是有功课做啦，已经是有做完功课，有读好书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刚才已经吃了那个午餐了啊，然后现在要补习，我今天会补4堂。现在已经是7点了，已经吃了晚餐了，然后现在我要来看一下戏。怎么样的小孩？所以这些钱看中了，他们选择这个钱财。成了，我觉得这种事先不要靠自己的主观意愿直乱投放，咱们来谨慎。怎么谨慎？就是往细方向、越往细去观察和测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坦荡的人往往敢于直视他人真挚的反馈，而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只会选择逃避。想多了，小松安不在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而且谭叔被外派到新疆教书也这么多年了，也没见谭松掉一滴眼泪，说明他心里面已经接受这个事儿了。反正有些事情你越避讳，反而越让人难受，还不如就正常再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看什么还挺晚，然后呀，这隔壁小区扔垃圾，这操作挺高端啊！哎，你干嘛？你好好骑。话怎么那么多？毛橙子，你故意的吧？占我便宜是吧？谭涛，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温柔了，你特不适应啊？哎呀，老弟好。橙子，买新车了，真好看。我爸爸新年买的，爷爷。这新车。看演唱会，我下不会知道，也不会难过。但我不回去了，妈
声音，他知道。我不想他了，走了。这样的小破车，即使不锁，也不会被偷的。2007年8月6日，1名买万的一天，有的孩子丢了心爱的自行车，恐怕要和小破车再续前缘；有的孩子错过了偶像的演唱会，但没有缺席妈妈的生日。也有无数个思念孩子的母亲，在热腾腾的想念下加快步伐。这题目现在都这么恶心了，变起来的时候不得吵起来了。那得看他能不能吵得过我。传统就是得多吃点木瓜。我的还好，你的分不出来性别呀。哎，你赶紧看我的单稿吧，干嘛看我的？有什么好看？观点单一，逻辑漏洞太多，认真。这题目现在都这么恶心了，变起来的时候不得吵起来了。那得看他能不能吵得过我。传统就是得多吃点木瓜。我的还好，你的分不出来性别呀。哎，你赶紧看我的单稿吧，干嘛看我的？有什么好看？观点单一，逻辑漏洞太多，认真。男生心悸紧张，哎，行不行啊？你再说，你说我怎么除了嫌弃就剩下他妈心如止水了？哎，你头沉的跟铅球似的，你知不知道？哎，停，回去。肯定啊，是环境问题。你看，我们坐着一堆观众看着你们俩这穿着又歪瓜裂枣的，没有一点恋爱的精致感。这样，明天周6，我把恋爱每日必做的给你们列出来，干脆啊，你们单独出去约会去，全副武装，约出恋爱的气场，约出爱情的荡漾。这是我买的。
要收拾书包，准备明天的东西，就是第3天的东西了啊。然后现在要先去收拾先。刚才已经是看好戏了，然后现在要来吃晚餐。喜欢啊，喜欢啊，喜欢啊，是内心的活动。如果我会主動だけ声に出せば届きそうで今日も歌ってる海の声に乗せ。已经是12点多了，然后现在我来做功課。愛してるの言葉じゃ足りないくらいに君が好き。今すぐ君に会いに行こう。この青い空を飛び越えて Baby I love you baby ラタルルダルトララタルルダルトラ改札の向こう側一組に消えてゆく後ろ姿目で追った離れたくなくて他には何もいらない本気でそう言えるほど我去打羽毛球回来，看一下。看到吗？就是这个去打羽毛球，然后跟你们讲一下哦，刚才我去买手续，然后那个人跟我们讲要等1个小时，然后他就讲，他就跟我们讲等1个小时，结果就吃不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因为没有买到。Oh boy. 现在是5点半了，然后今天呢我要去学校。今天是第2个星期的第1天去学校，然后现在呢我要来准备一下。然后今天呢是一个读书天啊，我会拍一下，就这样吧。それは続いてあなたのもとへいつかは私もあなたと共にワンツースリーのリズムで来てねいつも私はここで待ってるから
君と全部の季節通りかかりたい喧嘩どこか言葉で新鮮な恋を君のそばにずっとこのままいたい君はきっとこの願い神のように叶えてくれる近づきたいのに足を動けない案じられないだから君は気づけない旅の終わりに早くいてほしいそうじゃないとすれ違っちゃう全てに気づけてほしい耳をでかいてる子供雲のように君を包みたいこの手君に繋がせる前私のことを戻してほしい君のメロディー優しいことでどうしても断れない近づきたいのに足を動けない案じられないだから君は気づけない旅の終わりに早くいてほしいそうじゃないとすれ違っちゃうわ全てに気づけてほしい我要来收拾书包，然后我发现到我去年的那个上课的那个时间表，我不知道忘记了，所以就收不到那个书包，然后也不知道放学是怎样呀，这个头发好像很蓬，很丑，看。头发到这一半。OK。是复活节，然后呢，等一下我会有一个 planning，就是2点到3点哦，我会做功课一下啦。我不懂你们可以听到我讲话没有啊？因为我会比较讲话小声一点。如果明天是考试，第3个星期的
读书的第一天就考试呀，就是考一下试。是考试的第3个星期的第一天啊，然后我今天考试的时候呢，是觉得很多题目我都是有一些会啊，但是这好像是没有考作文，对，没有考作文，然后就考完了，我就有跟朋友，就是跟朋友讲话这样子哦，然后今天呢就走路回家，然后晒太阳。呀，就蛮晒的，那个过程就是很晒的那种，呀，就是这样。不知道他在干嘛啊。